到底乜嘢令你輸極都唔收手呢？除咗上次講嘅兩大心魔，輸錢往往會伴隨住嘅係唔甘心嘅感覺。結合以下兩大陷阱，就會形成最致命嘅自我欺騙回路。陷阱一：操控幻覺。賭者總以為自己可以掌握局勢，即使雖然呢一刻輸緊錢，仍然誤以為技巧可以影響隨機結果，忽略咗賭場設計嘅數學優勢，越追越陷入一個技術調整嘅自我催眠。陷阱二：社交誤判。見到身邊或者網上面嘅一啲人分享因為賭博買車買樓嘅風光時刻，自己反而個個月都透支，一身債務。點解人哋總係咁好彩贏大錢？呢種唔甘心嘅感覺令自己誤以為有一日會時來運到。賭博最危險嘅唔係輸錢，而係輸咗清醒嘅認知。當你以為可以戰勝賭場嘅數學優勢，其實正係俾呢啲設計好嘅數學陷阱所吞噬。當你羨慕其他人嘅好運氣，其實係將自己困咗喺幸存者偏差入面。真正嘅突圍係由雙重覺悟嘅開始，先拆穿賭場嘅概率偽裝，再粉碎社交媒體嘅濾鏡謊言。記住，收手唔係認輸，而係用理性守住最後翻本嘅籌碼，亦即係你嘅人生。